片，我同大家分享咗我哋由 Newcastle 搭火車去倫敦，仲有第一日食咗泰國菜同埋入住嘅酒店。當時我都提到第二條片會同大家分享第一晚嘅晚餐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睇返我上一條關於第一日第一 part 由 Newcastle 搭火車去倫敦嘅片。我哋今次係由 Greenwich 嘅酒店出發，搭 DLR 再轉 Northern Line 地鐵去 Islington， 全程大概需要1個鐘左右，其實都幾方便。我哋去到 Islington 嘅時候早咗少少，所以就去咗餐廳對面嘅一間 pub 坐咗一陣。呢間叫做 The Fox on the Green， 氣氛都幾輕鬆，等位之前飲杯嘢都唔錯。今晚我哋去嘅餐廳叫做海南小館，主打海南風味同東南亞菜式。呢間餐廳其實都幾受歡迎，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提前訂位。我哋點咗呢個可樂雞翼配芒果辣椒醬，味道甜甜辣辣，雞肉嫩滑又多汁。呢個豬腩煲味道非常入味，肉質好腍，而且好香口。呢個滷水豬手肉質非常之腍，味道濃郁，非常滿足。呢個蘑菇炒飯啲飯粒粒分明，用嚟配其他菜式就啱啱好。呢個椰子雞煲味道比較清甜，湯底帶有天然嘅椰子香味，飲落去好清爽。雞肉非常嫩滑，而且保持到肉汁，整體味道唔會太重口味，反而同其他比較濃味嘅菜式形成一個好好嘅平衡。最後試咗呢個椰絲糯米糕，口感煙韌，甜度適中。我哋仲叫咗一支 Harbour Maverick 啤酒，味道清爽，用嚟配呢一餐飯都幾適合。整體嚟講，我哋對今餐非常滿意，所有菜式味道都好好，而且服務員都會主動介紹同建議菜式。滿分為5粒星，我會俾環境、衛生、氣氛、服務同埋食物全部4粒星。整體嚟講，都係一個幾值得再嚟嘅餐廳。雖然我今次冇拍到餐廳入邊嘅環境，但係整體感覺都幾舒服，而且位置都幾方便，就喺地鐵站附近。下一條片我會同大家繼續我哋喺倫敦第2日嘅行程，帶大家一齊去 Greenwich Market 行下市集。記得留言、訂閱同按讚支持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